一起用中文来唱。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进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用中文来唱。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进到我的生
中文来唱。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进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 耶
我心难平，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主耶稣真听你也真听我，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经句来。毋过上帝实在有听见，伊已经按落听我祈祷的声。我一遍，毋过上帝实在有听见，伊已经按落听我祈祷的声。咱有时感觉上帝可能无听见，但是这个经句甲咱确信，伊已经按落听咱的祈祷。咱首先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伊献上感谢，感谢阿罗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物，公义甲慈爱。咱也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敬畏上帝。咱做伙求一声来祈祷。
阮向你献上感谢，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创造阮，你疼惜阮，你也将主耶稣赏赐互阮，互阮伫主耶稣宝血的洗清的掠坎，互阮会当穿伊的袍，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阮按献上感谢，伫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主帮助阮，互阮每一天拢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咱是来医治甲头棒，特别是年假的中间，咱可能有得到身心灵的病痛伫就医无方便，是食伤多，去拍腹肚，拢袂要紧。咱今仔日搁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祈祷，邀请主耶稣成做咱的灵的主、思想的主、情感的主、意志的主、身躯的主，将咱一切烦恼交托伫上帝面前，求咱会当下手伫咱的胸坎，将咱带边的所在向主来祈祷，为咱家己爱，为咱所在影的身边好友来祈祷，求主医治咱的心灵，用主的疼去疼，不伤害咱的人，咱做伙起声来祈祷。献上感谢，主耶稣，阮邀请你住伫阮的心内，将做阮的主，将做阮一切的主，互阮会当将阮的烦恼一切拢交托。阮即时啊，将阮身躯的病痛，是跌倒、手受伤、骹受伤，是骨骨的病痛，是癌症的病痛，是身体的不舒服，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也将阮有得失人，是人有得失阮所造成的伤害，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用你的疼来遮砍阮，因为你有应允阮，疼会当遮砍一切的罪恶。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为着主你来守望祈祷，咱做伙为着牧者、中级团队，到即礼拜参与逐项服侍当天守望祈祷，特别是今仔日大家会当来到伫年假的最后一天，大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来敬拜，真正是感谢主的恩典。咱第一为着感谢上帝带领9天的新春年假，保守兄弟甲厝里的人出入平安、主满意，心心灵拢得到主人保佑。第二，咱也为着后礼拜要召开定期的会员互会大祷，求上帝带领会议的过程顺利，见证上帝伫迦南教会满满的恩典。第三，为着台五区来祈祷，区长是义军，小组长是家军、秀媛、明文，拄则小组也无，小组长也求上帝来陪伴。第一为着冬天寒冷天气寒冷，求主保守台五区的组员身心灵拢得到养壮。第二，求主保守所有的组员，透过灵修的笔记，会当同受造就蒙福恩。第三是台语，咱做伙来念。新年到，欢喜团聚，好运到。新年生活工作，逐项到。咱做伙去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向你献上感谢，每一天拢有你的引带，拢有你的保守。阮也为着后礼拜定期和会向主祈祷，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会当排除万难，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前，为着这个和会的会议能够顺利，为着这个所督办的事工报告、事工计划，拢会当有主你的引带，有主你的满满的恩典。阮也搁一遍为
台语区来祈祷，求主保守每一个组员伫寒人的时，拢有主你的引传，求主保守每一个人伫灵修笔记，伫每一天与主相见，得到主你的引传，也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无论伫生活工作，拢有主你的引传。阮安尼感谢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顶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做主掌权，伊用威严做三称，用气力做大侠。伊建立世界，世界永远袂动摇。主的诫命确立袂改变，主的殿神圣直到永远。咱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17首，着往主上帝唱新歌。着往主上帝唱新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着往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着往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着往主上帝唱新歌，学乐意着欢喜春声。唱歌学乐意，主嘅大权能，行其事情奥妙，主嘅大权能，行其事情奥妙，主嘅大权能，行其事情奥妙，着欢喜春声，唱歌学乐意，着往主跳舞。拍鼓大琴做乐，着往主跳舞；拍鼓大琴做乐，着往主跳舞；拍鼓大琴做乐，着欢喜春声，唱歌学乐意。阮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学乐，阮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学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意。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
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中欢喜出声，唱歌乐意。咱同心来祈祷。至善的天父，阮感谢你恩典大慈悲，新春万美拢换新，互阮安然过新年。感谢主的应允，你所竞选，互伊通亲近你，这人就要得到平安福气。互所有的兄弟，伫新春假期中间，拢伫主你的保守，出入拢平安蒙福，愿献上感谢。主啊，当迈进2025新的一年，阮逐人要搁伫你的面前，衷心仰主你来立志，互阮会通成做一位敬畏上帝、相存感恩的行儿，确无真理的教师，尽心尽力伫逐日的生活甲工作的顶面，尊叹耶稣基督的教师，伫伊来听上帝、听教会、听阮的家庭、听阮的厝边、听需要迄个至微细的一个，时时做着该做的事，搁一遍来经历上帝你的同在，领受上帝你丰富恩典，透过安尼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阮也要恳求主你保守伫阮中间病痛的兄弟，主啊，因细难，因艰难，阮要恳求主你来医治，互因随望伫艰难患难的时，主你要赏赐因气力，互因有缘会通仰望主来得到新的气力。主啊，阮的教会伫新的一年，阮要做在计划每一项的活动，阮恳求主你来带领，会通顺利来进行。通过阮所有的活动，阮要因为着阮众人兄弟姊妹，搁一遍来参与，来见证你创造的伟大，你施恩赐福满满伫阮教会中间。你是信实永远同在，是阮生命内面所仰望甲喜乐、乐永活的上帝的源头。圣神带领，互阮迦南60宣教路、新会商团注册路，要搁伫上帝你丰富的恩典的中间，持续来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传播得救欢喜的声无煞，互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完成主你所托付互阮的使命。伫桃园这个所在，我来高举耶稣基督主你的名。自新的一年，我也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有每一位执政团队、治理阮国家团队官员，以及立法院、国会每一位民意代表来祈祷。主，我们恳求你保守因，逐人有清廉，无结党，无求家己的利益，严守国家法律，无将歹人的计谋，互因会通行伫光明的中间，无看无对人的正面，通忠心认职，敬重身为国会议员、公务员的职分，会通行公义，护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阮深信，投靠耶和华，赢过瓦克人。伫你有智慧，伫你无恶正的事，你会通互无变有。阮看见你互水变做酒的上帝，伫人所无的主你凡事拢为。我要将阮的国家完全仰望伫你的手中。这是阮用学乐也进入你的门，用感谢要进入你的院。阮搁一遍同心伫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求圣神同在，
欢喜接纳，互阮一切的尊重、荣耀、恶乐，拢归乎主。愿同心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要来教读启文61，以有数第二，启文61，以有数第二。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予犹太人甲外邦人正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正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国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最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正做成的殿归属主。咱要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为何爱他？华语的哈，为何爱他？耶稣曾应许做我的牧者，所以我敬爱他。从深坑里用大能拯救我，所以我敬爱他，所以我爱他，所以我爱他，因他先爱了我。当我遇着试探，他总在我身旁，所以我敬爱他。他来使我能得丰盛生命，所以我敬爱他。领我到草场，到溪水旁边，所以我敬爱他。所以我爱他，所以我爱他，因他先爱了我。当我遇着试探，他总在我身旁，所以我敬爱他。今生无事，他不与我同在，所以我敬爱他。一日他再来接我回天家，所以我敬爱他，所以我爱他，所以我爱他，因他先爱了我。当我遇
总在我身旁，所以我敬爱他。咱要做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13章25节到33节，民数记13章25节到33节。因探查迄个地40日久，才倒来。因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阿伦甲以色列的会众，甲因汇报规个行程。阁互因看迄所在的果子，因对摩西讲：“恁派阮去探查迄个地区，果然是老年甲密的地，这个就是迄个所在的果子。毋过迄所在的住民真勇，城大阁坚固。阮伫遐嘛看到阿拉族、阿玛力人住伫尼吉夫地区。”荷人、亚波斯人、阿摩利人住伫山地，迦南人住伫海边甲约旦河边。加勒伫摩西的面前，互人民安静落来，讲：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咱一定会赢。毋过，遐个甲伊做伙去的人讲，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因比咱较勇。遐个去探查的人，对以色列人宣布谣言，讲：阮探查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阁看到的住民拢真大汉。阮看到的阿拉族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代，甲因比起来，咱亲像。草莓，因看咱嘛是安尼。以上下面咱要请本堂的陈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道的题目是信心的坦啊，信心的坦啊。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经过旧历年，对旧的一年进入到新的一年，也感谢你，互阮经过9天的假期，今日是初5，也是。假期中间的最后一日，又原是主日，阮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到主你的面前，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也来感谢上帝带领，也为着新的一年明仔开始的工作，也求上帝来引带祝福，也求上帝通过你的话语，搁一摆，互阮得到学习，也互阮得到提醒，互阮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就得到智慧。互阮所做一切拢通得到大利路，愿上帝你的话你的神大大充满啊！阮众兄弟三个弟弟，特别也为着伫寒冷的天气变换的中间，身体欠安，也是这年纪大的兄弟，也求上帝保守看顾，拢会当得到心灵的勇壮。阮伫主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搁甲咱隔壁兄弟甲伊请安哦，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伫几工前我伫即个社交媒体顶管看到一个朋友发一篇文伊讲2024年感谢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付出，让我在2025年面对全款落地2000多万的劳斯莱斯的幻影没有眨眼，没有靠父母，没有靠朋友，没有分歧，哇！看到这真正流嘴烂讲，哇！这是安怎这厉害？最后2个字是重点没买。讲半波我想讲，哇！这个同学朋友那遮厉害买一台这个 Rolls Royce 拢唔免贷款的，结果原来是愚人节好，真多时阵呢，好为咱咧讲的，听听就好。好，有时阵嘴巴说我爱你好，但是呢，却不见得有行动。好，有的时候呢，好，我爱你是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有时阵讲主我相信，好，但是相信无有信心无行为，
这个雅各书讲，这个信心就安怎，就是死的无有功效。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相信主，咱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是需要靠咱的行动来证明哦。所以今日原来是天气真冷，搁再是落雨，但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愿意出门伫这个初五抑搁咧过年的中间，愿意来敬拜上帝，嘛当讲咱拢是一个有信心、搁有行动的人。请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你是一个有信心、搁有行动的人。你是一个有信心、搁有行动的人，所以上帝看重的是咱的信心甲咱的行为是毋是有三甲配合。咱对民数记这本册内底知影一个真重要的，就是顶礼拜日所分享的，咱来做这个属灵的大囝，是通过信心的传承，毋是通过这个血统，毋是通过这个血缘。总是这个信心的大囝，上帝要带领这以色列人入去的是迦南地，是流年甲密的地。总是为什么上帝爱因去窥探迦南地？窥探这个字，伫现代中文翻做侦查，伫巴克的翻做偷看，这个现代台语翻做探查，那是翻伊的意思是探索，去了解这个所在，毋捌去过这个所在。但是为什么上帝爱因去看这个迦南地，直接甲因带入去就好啊？为什么爱因用时间去了解呢？有4个原因。头一个，因为这是上帝答应伊的子民，要互因的 Promised Land， 就是应许之地应允的土地。所以上帝应允要互因的，因爱先去了解，知影生做啥物形。第二个，这是上帝爱百姓伫这个应允的土地，爱来伫迄个所在来侍奉，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所以，咱了解伫这个上帝要赏赐咱的所在土地，要安怎伫遮来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群体，伫遮来敬拜上帝。第三，这嘛是上帝甲伊的子民同在伫这个 Promised Land， 会当这其他的国家、四周的国家来做见证。这是上帝祝福的国家，这是上帝所祝福的百姓。伫这个所在有上帝甲因同在，所以这是上帝要答应互因的。最后嘛是上要紧的，这其实是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甲雅各，上帝也纪念伊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块地嘛是亚伯拉罕用400个银所买落来的迦南地，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因要去进入迦南地，点彩几啊百年前，因的祖先捌伫这个所在来徛起。但是呢，因去埃及做奴隶，但是即马上帝带因出埃及，要搁转到伫迦南地，是一个互因要重新搁再入去。但是因要入去呢，带出来查甫人就有60万人，管20岁以上的男性，20岁以上的查甫人会当修正的，就60万人，包括妇女，然后搁包括囡仔，所以这斗起来，100万人伫迄个所在。伊伫抗压，所以因真正不是要爱有派12个探，所以因就派12个探。这12个探呢，拢是对每一个支派中间所派出去的。所以每一个支派呢，民数记一开始就剩下的人数，对上济有7万几个，到上少的是2万几个，再加起来60万人左右呢。每一个支族都爱派一个探去出来代表因的支派，所以这60万中间派一个12个人，是5万分之一5万人的中间，5万人的中间，只会当派一个人出来。总是这12个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他们代表着他们宗族伊的附加5万几个人因的这个期待，然后呢，因要去窥探去查探迄个迦南地到底生做啥物形，生做啥物款，所以这12个人因就出发去，拢总去几工呢？摩西派因出去的时阵呢，吩咐伊对南边。向北部来行，所以是由南向北走，经过迦南地的南边，然后进入到伫山区，
去看迄个到底是生做啥物款的所在。摩西有几个重点交代互因哦，就是看遐到底带偌济人伫迄个所在，因为因伫埃及带要300-400年啊。埃及带真久啊，迦南地300-400年毋捌去过，毋知遐到底是人生做啥物款。然后看迄个所在是好还是歹，然后遐住伫遐的住民，因是有起墙啊，还是无起墙啊。然后看遐的土是毋是有肥，是毋是有水，遐所种的树啊，遐所出产的果子，恁着爱炸一寡顿来。甚至圣经阁有讲，迄个时阵拄啊是葡萄拄啊熟的时阵啊，葡萄成熟的季节。所以这12个探，因着出发，12个人一起出发，然后就去窥探迦南地，拢总去几工呢？因着出发。这12个探伫迄个地，咱也对立章迄所在就看到，因伫迄所在住了40天了后，因就转到伫巴南旷野的所在，将因所看的转来报告互摩西、个阿伦，因为摩西、阿伦兄弟就是因的领袖。因就倒来讲，哇！我去看迄个所在，真正是上帝所讲的老年甲密的所在，是几啊百年前咱的祖先所讲的迄个 Promised Land， 是上帝所应允迄个所在。恁看，阮所摘的即罐的葡萄，就爱2个人扛一罐的葡萄啊，一串葡萄要2个人扛抬哦，大家听了真欢喜。但是呢，后壁面就马上有人讲啊，但是因讲啥物呢？住伫迦南地遐的住民呢，非常的强悍剽悍，因伫迄个城呢是大个坚固。阮伫遐看到遐大汉人，有亚纳族人的后代，有阿玛利人住伫南边，阁有赫人，阁有亚伯斯人，阁有阿摩利人住伫山区，阁有迦南人住伫地中海沿岸甲约旦的河边啊！哇，看到几啊族的人，因伫遐看了后，就开始将因所讲的讲出来。结果讲出来时阵呢，即马听的人呢，因为60万人的中间，大部分人60万的男性，只有12个人去。这12个人因所带回来这 information 呢，对因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因讲出来，就影响这60万人，甚至影响这200万人因的信心。这个故事咱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有几项的功课是咱会当来学习的。头一项就是咱看到。谣言使人陷入悲惨世界，这悲惨的话，互这个人陷入伫这悲惨的局境的这局势的中间啊。因这个人探查这个地40日了后，转来了后呢，因就甲摩西安尼讲毋久遐个甲因做伙去人讲，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因比咱较勇。遐去探查的人对以色列人散布谣言啊，所以因所讲出来，毋是真实的话，因是早着因去遐看，去遐了解，然后加油添醋，讲阮探查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佮看到遐住民拢真大汉，阮看到阿那族人，因的甲大汉人的后代，甲因比起来。咱亲像草莓，因看咱嘛是安尼，所以到底啥物是谣言呢？谣言就是因看家己亲像草莓。这大汉人讲安怎大汉？蚱蜢捌掠过无？蚱蜢嘛是安尼，一个人甲一只蚱蜢比起来，安尼甲安尼比较起来，敢有可能？那一个人安尼啊，迄个。迦南地人们就生做甲101摩天大楼共款，敢有遐大汉，但是呢，因就用这种的谣言啊，圣经讲，因讲这种的谣言去破坏人的信心，结果这个人听到谣言了后，因讲安怎？相信啊，无爱相信，相信，因竟然相信，所以咱继续看到14章，因就开始来埋怨。全会众就出声埋怨，迄暝因听到迄暝，
拢啼哭，哇！大家拢伫遐啼哭流目屎。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亚伦，对摩西亚伦讲：可袂得阮死伫埃及，可袂得阮死伫即个旷野。上主乃带阮来到遮，害阮互人刣死，某囝嘛互人掠去。阮倒去埃及，减无较好吗？所以因着互相讲来讲去，讲啥物？讲咱着重新选一个首领，带咱倒去埃及。因听到即个谣言以后，因无搁去用头脑搁去想，因无搁去认真来了解，因就甲当作是真的。然后呢，信心拢消扬去。所以因甚至搁埋怨，搁伫遐啼哭，甚至搁讲因无爱摩西，无爱亚伦，伊要家己选一个新的领袖，会当重新转去埃及。转去埃及要做啥物？对，转去埃及做奴隶啊！可袂得阮死伫即个旷野，因甘愿转去做奴隶，嘛无爱入去迄个 Promised Land。就算讲伊真正赶迄个葡萄。两个人才会当赶会赢的葡萄，再来因的目睭前，互因看，恁去看，迄个所在有遮尔水的，遮个果子直接咧吞互恁。但是因讲无爱，我们要转去埃及做人的奴隶，做人的苦工，阮嘛甘愿，阮无爱死伫即个旷野。因的信心真正拢消扬去，才会互咱看去讲，因若是读上帝的话。好好来听上帝伫创世纪所讲的，因就知影迄个地其实毋是外人的地，迄是因的祖先伫400几年前亚伯拉罕就买落来的土地。迄个所在是亚伯拉罕的某待伫迄个所在，亚伯拉罕待伫迄个所在，亚伯拉罕的囝、亚伯拉罕的孙雅各拢待伫迄个所在。雅各是死伫埃及，尾仔嘛，互人转去待伫迄个所在。因知影迄是上帝有同在，上帝祝福的所在，但是因听到错误的消息，60万人的查甫人听到12个中间10个错误的消息，讲阮伫迄个所在，阮拢亲像草莓，阮若去绝对是去用打死，去用雷死的，绝对是走袂离的。结果呢，因着拢错误的消息，产生遮错误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话爱真足听，爱认真看。甲咱隔壁兄弟讲，上帝话爱真足听，爱认真看。上帝话爱真足听，爱认真看。所以牧师要跟我们一摆，过年休假中间，你有写这个灵修笔记的人，请举手一下。比顶礼拜较侪人，感谢主。无举手的，过一礼拜，互咱有机会，后礼拜牧师继续跟问啊。咱写这个灵修笔记，是为着要好好来听上帝的话，真足来看。上帝话若无真足听，你听人安尼解说，听人安尼讲一下，检查伊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无去分别，信心就消扬，就伫遐开始来选，伫遐来养，伫遐来哭，伫遐来闹。伫遐来投票，摩西无爱要甲伊罢免啊，亚伦无爱要连署要甲伊罢免啊，我要转到埃及啦，啥物 Promised Land，阮甘愿转去埃及做奴隶啊。伫30年前，就是几年，1995年，发生啥物代志？闰8月，迄年大家还有印象无？30年前，你若还有印象的。迄阵讲阿强啊安怎？迄400粒的飞弹拢传好啊，随时安尼掟落去，哇，就要射过来。迄阵总统啥物人？李登辉啊，李登辉伊甲讲一句啥物？讲迄拢，伊讲迄拢骗人的啦，无影的啦，人是你是总统，你要安怎办？迄400粒飞弹，迄阵才400粒，尾啊2000粒，即马几万粒。400粒，迄阵台湾人2300万，大家真正惊甲屁喘，但是呢，迄个时阵咱的总统原来真有智慧，伊敢讲一句，迄拢假，迄拢骗人的。结果呢，大家要选择要相信什么人？30年前，但是真侪人无爱相信，
就真正哇，走卖厝啦、卖土地啦，走去国外啊，走去外国啊，移民啊，买机票啊，然后就走到远，想讲哇，台湾无救啊，台湾要顶落去啊。但是30年后，已经过去啊，400粒写几粒过来，一粒拢无写过来。这是2020年中国退休的将军，嘛是讲2020年就要武统台湾，用武力来统治台湾。2021年嘛讲武统台湾，即马2025年武统2022、2023、2024、2025，逐年拢咧武统台湾，逐年拢咧讲，逐年拢有人相信。但是有信心的人，伊会去探查，伊会亲像迄个侦探，伊会去看上帝旨意到底是啥物。为什么上帝要将福音传到伫台湾？这是比迄个飞弹更较要紧的。罗马书第1章17节讲，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迄个大能的意思就是迄个炸弹，是迄个炸药，比迄个400粒、2000粒、几万粒的飞弹更较有气力的，就是福音啦。像跟你隔壁人讲，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比对岸的飞弹更有 power， 比对岸的飞弹更有 power。这是正确的信心。但是错误的信心呢？迄个飞弹，迄个军队，迄个将军讲什么？但是约书亚甲迦勒，伫12个坛的中间，因有正确的 information， 佮有正确的信心，因为将圣经读入去因的心。因为真正有写灵修笔记的款，有读经文、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所以因靠信心的帮助，所以因讲出来正确的这 information， 但是真无彩，最大部分的人无爱接受，无爱相信伊。第二，咱看到这个上帝对因这惊吓人的中间，上帝用安达，互人看见上帝的同在啊！伫这个13章20节的所在，这个迦勒呢，30节的所在，迦勒伫摩西的面前，互人民安静落来，讲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咱一定会赢。中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红色的。我们现在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土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它。其实有人讲，万亲像草莓，但是迦勒是讲，咱即马就当去啊！上帝已经甲咱传好势啊！你看，咱伫旷野10年，排到遮好势，咱人遮济咱若去迦南地，咱绝对是有赢面的啦！即马就当出发啦，咱有够野的人，咱有够野的气力，有够野的资源啦。但是呢，这12个坛，中间的10个，因看迦南地看了后，人心变做是乌白，看迄个迦南地是乌白。但是约书亚甲迦勒，因所看的迦南地是安怎？彩色的，哇，迄是一个真水、老年甲密的地。咱唔通阁坐伫遮，咱伫即个旷野待袂久长，咱就爱准备好，爱随出发。如果你听到约书亚迦勒这边，你若听到其他12个坛这边，你要选择听这边的，还是听这边的？你要选择听约书亚迦勒，请举手。你要听这边的，请举手。无人举手，因为咱拢知影即个故事的答案。咱就爱照迄个上帝话，爱有信心。其实迦勒伊若出发，这个时阵伊才几岁？这个时阵伊才37岁、38岁，还未40岁，伊还阁当少年。但是因为这个人无爱听就安怎？直到因留伫旷野留40年啊！所以这个人的中间，因无爱安静。迦勒要互因心安定、安静落来，但是呢，因却无伫遐安静，所以探查遐对人中间
伦的囝约书亚甲亚夫尼的囝加勒，拆离伊的衫，对以色列全地的会众讲：阮探早经过的地是真肥阁水的地，上主若意爱咱，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将迄个老年甲美的地赏赐咱。毋过，恁毋通背叛上主，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因为互咱吞灭，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上主甲咱同在，毋免惊因啊！哇，加勒讲红色，他们是我们的什么？就是咱是要去甲因掠起来食，掠起来抬才对吼。这是加勒的信心啊！为什么咱会当甲伊掠起来抬、掠起来食？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但是前几节在10个探讲，咱伫因的目睭，吼，咱亲像草莓共款的，咱真正是变做因的食物。但是加勒约书亚讲无，是咱要甲因掠起来抬、掠起来食。但是会众安怎讲呢？第10节，好，华语我们一起来念。当全会众正说着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哦，这些人根本就无要听加勒甲约书亚讲的。约书亚加勒讲到安尼啊，吼，讲去，咱即摆会当出发，但是呢，大家石头摕起来，要甲因约书亚、加勒、个摩西、个阿伦，要甲伊4个人用石头甲因拍死。讲莫阁讲啊，你阁讲落去，你甲阮害死。你害阮某囝拢死伫旷野，哦，用石头要甲因拍死，哦，结果呢，上帝就即个时阵来出手，上帝应根就伫会幕中间来显现。本来上帝应根吼是伫山顶啊来显现，吼，所以咱看到即个会幕已经搭起来，哦，即个约柜呢嘛已经做好伫迄中间，但是上帝就开始出来对因来讲话。如果是民主的社会中间，好，票多的赢，票少的怎样输？好，你就爱少数怎样服从多数啊？多数的就怎样为所欲为？多数的要怎样尊重少数？但是咱看到咱的民主的社会，好，多数变成什么样？多数暴力啊，多数暴力。好，昨天2月1号，好，这一届的立法委员才做满1年啊，满一当啊。但是进一当的中间，好，这立法委员好是用多数暴力，不爱讨论，不爱协调，不要协商，好，就一直通过，一直通过，一直通过。好，结果互咱的国家好陷入真大的危机啊。所以明仔上班，好，明仔佫开始，好，这立法院好所讨论这议案呢，好，其实有关好咱到底社会、咱的国家的福利、国家的国防、国家的经济，这个电到底会起也未起，油到底会起也未起，好，这个咱的这个国防，好，到底是会当保护咱，还是袂当保护咱？毋是靠人多就会当赢。好，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好，咱嘛知影，若是照这个民主的社会，好，无协调、无协商，这个约书亚甲加勒，好，因是温书的，但是至少他们还有发言的机会。14章内底，好，因个会当发言啊，因个会当讲话啊，但是咱的立法院是讲，不爱互人讲话。不爱互人好来发表，连意见拢袂当有，好，安尼是真正是开民主的倒车啊，是反民主。好，咱做伙来读这段。真正的信心是不质疑神的良善，真正的信心是不怀疑神的话语，真正的信心会带出真正的祷告，而真正的祷告会带出祷告的大能。为什么你想要祈祷？因为你知影，吼，靠山山会崩，靠人人会倒，只有靠上帝上好。你为什么要祈祷？因为你知影，有上帝会当靠，上帝会当改变迄个无可能的变成是有可能的。吼，亲像拄则顺经长老带咱在祈祷，上帝是好咧，水变做是酒，互迄个无变做是有。所以咱知影，咱只有倚靠上帝。但是你
对上帝的倚靠是出自咱的信心。咱的信心，咱有读罗马书第10章，信心是对上帝的话来。咱若无好好读上帝的话，咱的信心会歪错去，咱的信心会走抓去。所以真正的祈祷，就是伫应允要来到以前，你就看到迄个结局，看到迄个结果，迄是真正的祈祷。所以因为你知影，靠人人袂话，靠上帝凡事拢会。真正的相信是啥物？伫代志还未成就的代心，你就已经将迄个果子该跟回来，已经把那个一大串的葡萄扛回来，已经食到迄个蜜、迄个甜的滋味啊！好，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祷告？请大家一起说一次：真正的祷告是可以在应许来到之前，就先看到结果。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可以在事情成就之前就能拥抱果实。所以咱还未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已经让咱捌到迄个主恩的滋味。咱还未进入天堂，但是上帝已经让咱知影信耶稣真好，就要来信耶稣。迄个甘甜、迄个滋味，是咱伫地上就当来领受的。所以这10个探甲约书亚、迦勒，因看土地10个探讲，迄是个吞食人的土地。但是迦勒约书亚讲，迄是一个结水的真肥的地，是一个老年甲密的地。因看遐个人讲，哇，因比阮较大汉，比阮较勇，比阮较强，比阮较大较悬。但是呢，迦勒约书亚讲，迄个保守因的神呢，已经离开因啊，因是咱的食物，咱甲因吞食。因看家己呢，10个探看家己亲像草莓。但是迦勒约书亚看家己讲，有上帝甲咱同在，无咧惊，毋免论，毋免带。10个探因佫要讲，毋通搁去啊，搁去啊，绝对是无囝拢死伫遐，倒伫倒下，去用掠去做遮的cứu赎啊，去用做俘虏，但绝对袂当去。但是迦勒约书亚讲，上帝已经甲咱带出来埃及。已经来到伫旷野遮，即马咱就当准备来出发，马上当立刻上去，足能得胜，绝对稳当会赢。约书亚、迦勒，这2个人的信心，比较起来，真正命运完全无共款。特别咱来看迦勒这个人，迦勒这个人其实毋是以色列人，伊是带着以色列的某。因为圣经讲，伊的老爸是基尼氏族，伊的老爸原来迦勒呢，伊的老爸是伫迦南地来出世的，毋知什么缘故去到伫埃及，所以迦勒呢跟埃及的希伯来人一起在那边长大，带伊的某呢带着希伯来人的某，所以伊呢变做是犹大支族，所以伊是最有信心的人呢，一个外族人。结果带着犹太人的某，竟然迄个犹大支族是人数最多，好像是7万多人，7万多人。是的，好，莫惊到，我家己听。7万人当中，男生20岁以上，派一个人，派谁？迦勒，派一个迦勒出去，7万几个人吧，好，应该没有记错的话，7万多人。但是呢，好。第14章22节，甲24节，迄个所在，上帝安尼讲：这个人虽然有看见我的恩根，就是这个出埃及的人，有看见我的恩根，佮看到我伫埃及甲旷野行过辛辣，因犹原试探我10遍，毋听探我的命令，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所有藐视我的，拢袂当看到。毋过我的仆人迦勒，我要带伊入去，伊行过的地，伊的后代嘛要得到迄个地做家业，因为伊有甲别人无共款的心志，专心跟对我。好，这个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要领他进入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
另有一个心智，好，英语好，讲迄个心智犯罪 spirit， 它有另外一个灵，就是伊的甲上帝关系，甲别人真正无共款。伊迄个 spirit， 甲上帝 spirit， 什么 spirit 呢？专心跟从。伊甲上帝关系就是上帝到倒位，伊就对到倒位。上帝话安怎讲，伊就安怎相信。所以上帝讲的，伊拢有写笔记，拢有甲伊写落来，然后伊就肯定伊的祈祷的中间。所以这个加勒检测伊的老爸是外族的人，但是呢，这个加勒带着希伯来人做某。伊做即个犹大支族的囝婿，但是伊代表整个犹大去探迄个迦南地，甚至上帝阁伫迄个所在来祝福伊，伊的子孙、伊的后裔，拢要得到迄个地做产业。所以犹大支派后来是谁？大卫、大卫、甲所罗门。就拢成做加勒因的后代啊，成为加勒这个有信心的人的后代。所以咱看到加勒伊的安淡，互人会当看见上帝同在。迄个时阵，摩西、亚伦因拄着人起来反叛的时阵，因拢无讲话，因面趴伫涂骹，伫遐祈祷上帝。然后约书亚、加勒拆离伊的衫，紧跳出来，唔通阁讲啊，唔通阁讲啊，阁讲落去，上帝生气，因来主动讲，咱即摆会当出发，咱即摆会当去赢迄块地啊，紧来去，紧来去。但是呢，因伫多数的暴力的中间，阁有这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反应中间，因无伫遐来实质。所以上帝因根，因本来要互人用石头来定性。但是上帝因跟底下来显现，上帝证明这两个人所讲的是真的啊！所以加勒是一个信心的勇士。最后一点就是咱看到这个圣经，囝儿就要担当父母无信的罪啊！咱做讲一解，囝儿担当父母无信的罪。你家己无相信，无爱信主，但是你家己受苦就罢了。但是你的囝儿嘛爱来担当哦。好，咱来读这个民数记14章33到34节，好，和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游牧40年，担当你们不信的罪，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消灭为止。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日抵1年，你们担当你们的罪孽40年，你们就知道我疏远你们了。好，1年抵1日啊！所以为什么伫旷野40年，就是因去探迄个地40年的中间，最后带回来的却是错误的消息，因无将上帝话听甲到，直到因害着因的囝儿，袂当进入迦南地。拄则讲因10摆啊，好，这一次是第10次，好，上帝10摆救因用10灾，好，救他们出埃及。但是出埃及之后呢，有10次，好，10摆背叛上帝啊，从出埃及记好6摆到民数记3摆，因那咧10摆呢，好气上帝，拢无爱将上帝话听，所以上帝有在什么？有哦，上帝一摆一摆神，上帝讲一摆，上帝讲2摆，上帝讲3摆，无爱听就是无爱听。安尼上帝讲，安尼我就是要甲伊处罚。处罚谁呢？处罚因家己，嘛处罚因的囝儿啊。所以民数记第1章甲民数记26章后壁的所在，2摆清点人数啊。头一届清点出来时呢，60万人啊，60万，好，要一个零头。第二次呢，经过38年以后，个清点人数也是60万，后面零头好700多，好啊，嘛是同款。但是呢，60万人，这2个60万全部都不一样的人，只有2个人是一模一样。哪2个人？约书亚跟迦勒。这60万人，好，
60万的查甫人拢无去啊，真正死伫旷野。但是因死伫旷野，毋是烧台，毋是烧箭，因是伫迄个所在，袂当入去迦南地，袂当进入迄个老年甲密，因是伫旷野安尼郁住来死啊，郁住来死，无采因出世伫埃及，上帝带因出来。但是新的一代，另外的60万20岁以上能够作战的男丁呢，也有60万，当中还有2个老酷酷的，就是约书亚甲迦勒。经过40年了后，约书亚、迦勒年纪拢大，这个故事就爱读约书亚记，你当看到约书亚记，迄当时要入去迦南地，要去拍迄个犹大山地。上困难爬，就是耶路撒冷迄个山锡安山。像讲要大声去爬，迦勒讲第一个大声要去爬。伊讲我即马85岁啊，但是我甲少年时阵共款勇，85岁以后，所以迄阵伊是40几岁伫旷野。但是伊讲85岁，伊犹原要带头去拍迄个山，迄个耶路撒冷迄块地，因为伊知影迄个所在就是亚伯拉罕买下的那块地，黄金啊、蛋黄地啊，是上界价值的所在啊。亲爱兄弟姊妹，今日这个故事，互咱看见信心的要紧。咱的教会基督教教导嘛已经500几年，对路德马丁开始。本来迄当时，基督教已经拢歪传，因为圣经叫人关起来、锁起来，拢无人在读圣经。中世纪的教会，已经拢将上帝话拢藏起来啊，无有人看圣经啊，拢锁伫这个橱仔内底。但是马丁路德伊伫图书馆去找到一本圣经，掀开来读了后，伊才发现讲，原来信仰拢已经歪错去啊！这个信心拢毋对啊！因的得救毋是去爬楼梯，因的得救毋是去买赎罪券。若无这个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教皇伊的这个势力，伊的这个权力啊，是笼罩整个世界迄当时的整个欧洲啊世界的所在。若无宗教改革，这信徒目睭拢是搁顾着这个喇叭。无迄个真理，看袂到根明，看袂到上帝。若无宗教改革，即个福音传袂到伫台湾啦。就算讲传到伫台湾啊，台湾嘛真惨嘛真害啊，拢爱去拜教皇，拢爱去爬楼梯啊，拢爱行足侪遮的信礼。若无宗教改革，即个圣经真正对即个世间就来消失。但是上帝旨意。就是通过517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今年是518年，518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已经勇敢来发表这个伊的这个95条的这个论点论纲，这95条来指出迄当时信仰的错误。甚至适当了后，伫即个德国皇帝甲即个教皇的面前呢，审判以后，伫即个即个沃姆斯堡，伫迄个所在要判伊，甚至判以后，就甲伊当作异端，要甲伊斩头，还是甲伊吊死的时阵，马丁路德，伊伫遐思考，搁再思考，伊安怎讲？伊讲，除非是圣经，还是真理，会当说服我。无，我无爱接受教皇，嘛无爱接受议会，议会就是教会议会的权威，因为教会甲议会呢，常常自相矛盾啊。然后后边讲这句话，华语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良心是神话语的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改变任何信念。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伊讲我的良心呢，已经完全顺服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啊。我是靠徛伫上帝话的顶端，是徛伫圣经来甲恁辩论的，所以你当用圣经来指出我倒位讲毋对。
但是这教皇呢，这主教呢，无在读圣经啊。所以，甲路德马丁在编的时阵，嘛唔知要安怎甲伊编啊。明仔载暗时我们会上这个宗教改革的第2课。你会当看到更较侪。为什么马丁路德伊有法度以一挡百，甚至以一挡千啊？顶日来讲，5个人对立100个人。上次利未记，然后呢，100个人要对立1万个人。路德马丁伊为什么会当有安尼？是因为上帝甲伊指定。为什么上帝甲伊指定？因为伊有在读圣经，因为他有在读圣经。所以咱看见这个囝儿呢，担当父母无信的罪。这个父母在做啥物？这个父母摕石头要定死约书亚甲迦勒，摕石头要来处罚这个摩西甲亚伦，要甲因罢免。但是呢，上帝恩典显现了后，上帝讲伊要用瘟疫来杀死所有人。然后这个人呢，不爱阁叫以色列啦，即摆要改名叫做摩西。摩西，你的家族的人拢会当留落来。摩西，即摆即个国家我不爱叫以色列，用你来号名，以后就不叫做以色列国了，可以叫做摩西国。摩西国。这是摩西一个机会哦，结果摩西安怎拒绝，伊无爱，讲上帝绝对唔通。这是出埃及记32章，伊就已经甲上帝求一解啊。民数记，搁求一解，搁甲上帝求一解。上帝啊，你着爱赦免伊啊！你若无赦免伊啊，别人都咧看这以色列人的笑话啊。所以上帝讲好，我听你的，我赦免伊。但是藐视上帝，一个拢袂当入去迦南地。总是只有迦勒，上帝直接点名迦勒咯。伊有另外神，他有另外一个 spirit， 另外一个心智，所以伊会好的要入这个迦南地，上帝要祝福伊。但是20岁以上的，直接埋怨的，因拢会倒伫旷野的中间，倒伫旷野的中间。所以这个故事，互咱看见，咱的信心毋是只有影响咱这代。咱的信心会影响咱的后一代。最后，遐10个探子散布谣言的安怎？圣经讲，这个人拢拄着瘟疫，因无伫旷野阁活偌久，拢死伫上帝面前。所以因传错误的消息啦。信心的侦探是爱用定睛来查考上帝言语，来分辨出诈骗和谎言啦。埋怨是属灵的癌细胞，好，请说一次，埋怨是属灵的癌细胞。迄个癌细胞呢，就安怎？吼，你就要用真多钱啊，爱化疗啦，你爱用标靶啦，你就爱切掉啦，爱开刀。等下一个埋怨出来时阵，伊就变做是迄个癌症共款哦。癌细胞埋怨，互人不明就里，跟着发怨言。200几万人，就拢得癌啦，失去进入迦南地的祝福。信心的探呢，伊会用行动回应上帝话，立定心志，要跟对上帝。害怕是属灵的高血压，请大家说一次：害怕是属灵的高血压。你若是开始惊吓，血压就称悬。你若常常惊吓，你就常常血压悬。你若逐工惊吓，就逐工血压悬，高血压就会引发心脏病。害怕是只凭眼见，对上帝无信心，最后伊嘛失去继承迄个永远的产业的应允啊，失去那个祝福。第三，要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话，要为下一代勇敢走出去，因为愤怒是属灵的瘟疫。好，请大家说一次。愤怒是属灵的瘟疫啊！因为呢，魔鬼就是拢会互人生气，魔鬼呢拢会互人变面，阁起配面，阁歹看面。魔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毋是互人失去地上的性命，嘛互人失去天顶的丰盛、永远的性命。所以这3个用细心，1、2、3，我们来念一次。用信心查考神话语，分辨出诈骗谎言。第二，
用行动回应神话语，立定心志跟从神。第三，用生命见证神话语，为下一代走出去。好，让唔通好变成了害怕，变成了埋怨，不要变成了恐惧、愤怒。让唔通有这属灵的癌症、属灵的高血压，还有这个属灵的瘟疫啊，咱就要和上帝话，好用每一天，好咱会当按时服药，好咱的血路会通，好咱的心中会勇。上帝讲的，好，咱就马上亲像加力，无唔对，上帝讲的，咱就爱去，咱就爱做，咱一定会做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伫新的一年的开始，互阮对民数记的中间来学习，特别今日阮看到加勒伊的信心，毋是只有救伊家己的性命，也救伊的后代，甚至来影响行顺顺，直到大笔所罗门。阮看见上帝的话是阮信心的基础。当阮有信心的时阵，阮才知影安怎向上帝来祈祷，才有安怎向上帝来求讨。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届要甲上帝求的时阵，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求，是照上帝你的话来求，毋是懒散求，毋是照家己所爱的来求，是照上帝你的国求你的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上帝帮助阮，互阮每一天专心致意来跟从，亲像加勒有一个 spirit。有一个心神，要来跟对主，互你的话成做阮每一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望逐天真无闲，虽望逐天有真侪代志，真侪多合，但是愿上帝求信心保惠师帮助阮，互阮将你的话旨意放伫阮的面前，互阮会当旨意来专心跟对你。阮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来吟这首信诗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咱徛咧来吟全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你念伫这世间。伊若路过来我面前，得人为的平安。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的平安快乐的伊，因定耶稣身边。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我命最全是我，最大的人就进来你，和你通的永远。我听伊讲受着勉励，欢喜通伊就离。心中轻松，真实甲背，因无艰苦的心。我听耶稣的声讲，我是世间的光，是我的人为的路，行去光明中。我听伊讲夜头观看，充满万欢喜。耶稣真根永无变化，叫我行到一世。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的表现。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通用来祈祷。
最接应，我可要为你演，将上帝的家不舍，我的情意我泪眼，所以我若主摩天，我献水顿花运动，我用光阴来救人，请起立，我的水。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全能的主，你是阿耳康听阮祈祷的主。阮感谢阿爸爸上帝，伫新春假期保守阮每一个人出入拢平安，互阮有福分伫今早起来到主的圣殿，领受主的话语的祝福。阮献上感谢。主啊，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伫庆祝60周年的每一项事工活动，拢有主的恩典同在。宣扬主的福音，因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伫桃园即个所在做光做盐。主啊，空中的七走因无种做，也无烦恼要食啥物，因为万项物拢是主赏赐。主的赏赐，互阮无论伫灵命上、性命上，拢丰盛有剩无欠缺。阮献上感谢。当阮将主所赏赐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请坐。下面咱请苏清长老为咱来做报告。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无翕相的新朋友，啊，有一位捌含咱去东山河佚佗，是丽娟的堂姐陈淑芬啊，伊人无爽快，那个喘气不顺，然后手脚水肿，明仔载要去看医生哦，所以坐伫外口啊也请大家伫祈祷中为伊来纪念。哦，啊，咱即时来报告。有看到那个称月的儿子哦，是儿子吗？啊，旁边是女儿。好，请因徛起来好无？咱来拍包来欢迎因哦。Hello。好可爱的儿子。好。那继续来报告哈。第一个要袂领和会手册的会友版，我们现在放在那个33号哈。那同工版的话，请到202领取并签名。那若有要订正的，请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第2点，明仔载拜一哈，拜一暗时8点有宗教改革监视的线上课程是中庸有4届，明仔载是第2届，欢迎参加。过来，但定期后礼拜是定期的好会哈，9点半一场伫33号，若要请假的，请伫拜六进前，来甲小组长来登记。咱若要查询个人的奉献明细的话，请往那个桃园嘉南哈，就是那个官方的来查询哈，开启选单啊，找线上奉献啊，伫嘉南教会右方下位选单有3条顺哈啊，就会当看啊若不方找无的人可以请那个同工帮忙过来，今仔日因为厂商没有送餐盒，所以今仔日的爱餐还是暂停但善时组。要招募服侍的同工，请端农执事来报名。
60周年的纪念的主题曲哈，请伫4月30进前来提出哈，看是要作词还是要作曲。好，那作词的如果你作词的话，要找作曲可以请那个牧师娘或是佳宇哈，或是那个婚霞长老的女儿那个宇慧，好，就是可以寻找他们帮忙作曲。好，后礼拜过来拜三哈，2月5号拜三7点半就开始哦哈，伫33号新堂333的祈祷会哈，咱即届是要为着工作甲学业来祈祷。过来，另外一个伫228进前的拜三226哈，暗时8点，也是伫这边的7楼。要邀请历史作家黄慧君姐妹来分享台湾的听礼拜世代的民主追寻。过来后礼拜，会员后会接续要伫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会员大会甲志工大会要接续召开。那我们志工的话是有力出力哈，那会员的话是有钱出钱啊，这个只要出200就好哈，那个常年会费200就好。那是要不要参加，请将那个入会费500元够申请书哈交给我，或是交给你们。这叫这里好，这是周报的那个第2第6点的第3点哈，有写哈，就是咱庆祝嘉南教会设教60周年，咱有60个咱有60个小组长60个什么忘记，然后这个是60个志工小时哈。那服务的项目的话，就是对于2月3号开始，就是教室的打扫、厕所的清洁、环境的整洁、垃圾的分类、资源的回收哈。那服务时段每一天早上9点到晚上21点都会当登记，每一次至少要半小时。那是要我志工手册的人可以请同工协助。好，过来。好，这个是要先签到。好，那全教会退休会的话，5月17到18 2天1夜，伫高坑来举行哈。伫3月16报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是有300个名额，所以如果300个名额已经额满了，就会先截止。所以请大家踊跃报名，这是咱教会第一届2天1夜的全教会的退休会。好，过来。好，我伫遮来补充一下吼，就是咱有摕到即个和会手册，请举手一下好无？好，多谢吼。如果还未摕到的人吼，请会记得吼1户1本。好，咱有分即个会友版甲同工版哦。会友版就是咱伫同工版吼，就是咱的即个财务的部分吼是有完整的列印出来。好，会友版上面也有一个 QR code， 好，可以看到完整的财务报告。好，但是因为咱的会友无需要一直并好，所以你当对这个 QR code 看到完整的财务报告。好，但是因为同工哈，伊爱常常爱这个爱量有声然后要动资、要申请、要核销，好，所以有帮同工拢给印出来，好，所以大概差了40页，好，减40页，好所以咱会爱照这来分，好领的人就要签名，后礼拜呢，好，咱就是要开好会，好，所以后礼拜这本爱查无？好这本爱查无？好，上好拢查啦，好但是你无查这无需要甲你准备投影片，好，但是你无查这投影片，咱可能是无准备好，所以你若开好会中间，你爱查这本来，好，安尼咱才会当听到这个台顶的报告，好，讲第几页，好，所以咱顶礼拜就已经分互大家，就是互咱有2礼拜的时间，好，当先登去来看，好，如果你若发现内底有啥物错误的，好，咱伫报告栏有那个勘证表，会当将这个错误来再勘证哦。另外就是咱的这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好，目前也当报名，好咱即马是14个人报名参加，好还差1个人，好3月份好搁差一个人，好所以这个旅行社的头家是讲，好只要咱好完那是有报2月。行前说明会以前好有报名好，完了还是可以用早鸟价好来优待，好，所以咱会当继续来购物，好伫咱的楼骹完了有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这个说明书，好，以及咱对这个想要较了解，好，嘛会当来参加这个线上宗教改革课程。另外呢，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第5页，好，第5页。好，咱
那检在无一时啊，无想要摕遮侪钱哦，去德国宗教改革之旅，但是咱有一个较节省的，就是咱有迦南60周年环岛之旅啊，环岛之旅，这个咱是和这个雄狮旅行社来合办哦，雄狮旅行社来替咱来安排这交通。好，所以咱会当选择住4人房、3人房、2人房哦。好，这个价格好在上面。好，然后咱要去的所在，好就是咱会对坐火车来出发到伫南城，好参观咱的中华历史档案馆，然后去到伫安平古堡，就是热兰遮城哦，看到400年前。好，这个荷兰的在新教徒，好，就是经过宗教改革，好以后伊安怎将这个福音带到台南这个所在，好来影响整个台湾哦。好，然后咱讲就要带伫高雄，第二天要对高雄，好来坐船啊去看马雅国。好，今年是马雅各来台160周年，好，咱去看这个马雅各的纪念碑，好，然后坐游览车去到伫台东，好，经过太麻里，好，来找这个陈伯雄牧师，好，然后咱会带伫这个屏东布农部落，好，布农部落。第三天，好，要对台东去到伫花莲哦，好，会经过花莲的龙雅教会、嘉南教会、甲寿丰教会啊，好，带伫花莲市。好的所在，好第4天好去参观玉山新学院、鲤鱼潭，好，然后再个对美伦教会，好这个吴普文，好吴普文牧师，好去拜访伊，好然后咱个坐火车登到伫桃园好所以这个行程好非常的充实啊。好，所以咱是暗算好30个人，就咱出发好30人就出发，好一梯厝上济是60个人，60个人，好，所以咱好有4月、6月、9月好3个梯厝，好，然后希望咱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好，这毋是只有讲去旅游，好，这是一个机会，互咱出去看看，好，检在过年咱拢无出外但是咱会当好选择这个时间，好，甲人较袂相搭，好嘛袂塞车，好交通坐火车较袂拄着这个苏花公路长去等等这影响哦，好，咱较会当较来去参观好遮的，好，所以咱已经开始报名，好所以咱若要报名，会当用手机扫这个 QR code。也是伫办公室请干事来替你报名登记，请人来把握。好，所以咱今年是嘉南教会60周年，真期待，咱当做伙来参与。好，以上伫遮来补充。好，请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民数记13章30节，咱做伙来读2解，请。加勒伫摩西面前，互人民安静落来，讲，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咱一定会赢。民数记13章30节，搁一摆，加勒伫摩西面前，互人民安静落来，讲，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咱一定会赢。民数记13章30节，好，所以咱今年好60周年，好，咱一定会赢。甲你隔壁讲，嘉南教会60周年，咱一定会赢。嘉南教会60周年，咱一定会赢。阿门。好，最后咱来吟上扬393首，今次煞请咱牧师来做祝祷。阿拉全灵稳定自在。万族称呼，感谢跪拜，白行信心，公义仁爱，尊严颂赞，地高万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信心的感动甲帮赞，甲恁真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恁有信心来听上帝话，互恁有信心来行上帝路，互恁有信心来建立上帝所应允老年甲密的迦南地，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别倒。